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说，我们的圣经里面大概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圣经是我们一句话都可以，一句话活起来都可以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101不断来学习让我们不明白的可以慢慢的来明白起来透过我们彼此陪伴，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生好，那在这边经文就讲我们怎么样可以从毛毛虫这个变蝴蝶的这个关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来从圣经当中，我们真的受洗，我们信靠主，我们真的是可以重新得力，成为新的人那这不是今天的我们要今天的101那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信靠神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不断的不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不是受洗我们就有新的身份，没有错我们怎么样实际让这些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实一点能够有好像一个手册一样，像使用手册一样，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可以引导我们成为我们的灯，是我们人生的光所以圣经是上帝的话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只是一本书，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是要每一天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读经每一天都要读经。所以等一下你们小组分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抽到一个金句祷告时候超神的神就是知道你的需要，透过金句他就是能够给你引导，从生命的引导来也喂养我们。上帝的话会带给我们生命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彼此关系的连接，神爱我们神的话有大能让我们在各样的处境、试探跟抉择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靠着上帝的话语。刚刚已经介绍这些上帝话语是透过1600年不同的人来写，但是他每一句话都不会矛盾这是很奇妙，而且还会一一来应验。所以圣经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人生道路上的指引。所以当你需要指引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来看圣经，每一天到神的面前，不要去问别人像刚才的摩大拉玛利亚一看这个大石头滚开了，只想到尸体不见就去找人，结果找那2个人来也不怎么样。好不好？找神好不好？找神怎么找？找圣经祷告以后，神会清楚来告诉你圣经是上帝的话，跟其他的书是不一样的圣经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启示，启示上帝他自己，上帝他亲自启示，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是一个怎么样上帝，他是怎么样子来爱我们，他是怎么样子应许我们，我们可以因为信他，我们的一生可以得到改变那旧约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圣经里面旧约这边有39卷书3乘9多少？3乘9多少？你们没有睡着3乘9是27，所以旧约有39卷，新约有几卷？27卷，这样好不好记？好，那在旧约里面，大概你可以分这样子：律法书历史书还有呢智慧书、诗歌，还有先知书在这些的旧约里面一一都指向在新约里面会有一个拯救那在新约里面刚刚已经讲了3乘9 27嘛所以39卷跟27卷是新约，那里面包括福音书还有呢初代这个耶稣死之后教会刚刚形成的宣教的历史的书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不只是故事这些更是使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些故事我们都可以得到启示，因为圣经本身就是启示好，那在新约里面还有书信所以以前的人没有像新约的时代，他们不是读圣经这样而已，旧约是，可是新约他们都是读谁写来的信，都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来读这些信那这边就有很多都是保罗写的，最后是启示录。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
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你就会觉得很轻省，你的人生就会是彩色，不是黑白。你的人生就不会像传道这种声音、烧香的声音是会洪亮是可以这样活出生命的力量，它可以让我们自罪。一般的人也会自罪，像我刚刚举的，我的朋友小林，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当他做错事，遇到一些事，他就知道，糟了，我得罪天了。一般人也会，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更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大概跟神就隔绝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罪，这个有罪还不什么稀奇，有罪那能怎么样？重点是这本书有罪，我们可以跟神来认罪。神有赦罪之恩，有赦罪之恩，我们可以重新再来我们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也可以认罪以后改过来我们学习更像耶稣一样耶稣本身是我们最好的典范，然后也是这个未信的人的榜样我们可以成为人的榜样，这是神也祝福人，因为我们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那读圣经要什么态度？敬畏，要敬畏跟虔诚，要敬畏跟虔诚，祷告的心那你说传道，那我看圣经可不可以躺着？可不可以翘脚？可以啦。传道常常都躺着看。那特别刚才但以理书，我刚刚他讲了那个但以理，这个看到了一项。像这种故事书的传道喜欢一看再看再看，你每次看都不一样，但是你要先祷告要用敬畏跟虔诚的心而且要去渴慕神，渴慕上帝的话语你渴慕神的话语，神就能够充满你。你不要你的心里充满别的东西，神的祝福跟那个就没办法领到，这就很可惜了好，那我们每一天要反复的默想。等一下，你们101的会领到一个金句，你们可以反复默想最近这个金句对我说什么这个金句，这个上帝的话才会有帮助，也就是我们要把它实践出来。这句话语，上帝的话，我们要行出来，因为话先行出来，真的就不一样。如果你不行出来，这个话对你没有关系，就很可惜，好不好？好，明天是我的儿子受洗。陈以翔上次在我们当中有见证，很奇妙。神就是这么爱他。以前他也天天抱着圣经，你相信吗？他不写功课，但是他就是喜欢读圣经。可是他读圣经来干什么呢？来反抗他的，反抗说你哪里写的错。他国小的时候可以不要写功课，一个晚上从创世纪一直看到还出埃及，一直看。可是这话对他没有用，他还是走歹路你们有听过他的见证？他还是怎样去跟人家砍杀，他还是怎样去走那灰色地带赚那个害人的钱。但是神很奇妙，当他自罪，他知道他错的时候，开始看圣经。这些话语每一天都对他讲话，很奇妙，奇妙到我都起鸡皮疙瘩。他每一天灵修的时候，以前也灵修但以前是要来反对神的。他以前是看圣经，现在是灵修，每一句话都对他讲，很奇妙。这个上帝的话不止读，好不好？只有读，这可惜了啦。好，那我们就要来分组，我们呢马上行动。等一下发那个经节，你们可以带回去了小组长我们每天至少读一个经节，然后在这经节里，神对你说什么话，然后你把它活出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分组，色情的请到401，色情社会青年进在公布401。